台语第一篇小说《欢喜斗阵》，作者高家辉。今日家辉要来绍介我这篇欢喜斗阵的小说，先煞讲一寡为虾米我会写这篇。咱去骑脚踏车好无？阿云在甲阿文讲，伊想要去佚佗。好啊，拄啊好，我无代志，咱着来去啊。阿文讲到在避暑。阿文想着细汉的时阵，伊和阿云常常耍做伙，因自细汉就熟识，是课头足相念的好朋友。因为因是厝边双方的爸母，不只仔熟识，少年在拍拼讨趁的时阵，就拢有在直接啊。因看起来算是公年一狗咯。因的爸母后来讲，咱的囡仔若是大汉了，就互因称亲做翁某，因为即对称名的金仔若会当做翁仔某嘛袂歹啦。大家搁会当做伙少年童年，互相照顾，实在是足赞的代志。阿文的个性自细汉就足敖含人寒暖，因为老爸是生理人，因阿爸逐工甲人客直接，后来伊就知影要安怎含人行打。虽望伊熟识足侪水姑娘仔，毋过伊认为上水的还是阿云。阿云的面毛仔诚幼秀，形闪闪啊，伊母仔拢会加穿裙，搁挂手链仔，逐工就加装甲水水水。袂少查甫囡仔想要含伊做朋友，毋过伊拢知影遐个人拢看伊生做水，才想要接近伊啦。即马大汉啊！伊甲阿文会当做伙时间较少，伊嘛无怨叹，想讲先做好台语老师的角色较要紧。阿文呢，伊着对因阿爸做生意，自家走总，通好趁食的功夫。因双方的爸母讲好，因的囡仔大汉了，要做亲情的代志，无互因的囡仔知。不二个，因毋知因两人本来着拢有意思啊，安尼讲起来，若是要结婚，毋着对同啊。但是大人无甲因讲起尔尔。因细汉上爱做的代志，就是骑脚踏车行搭。即马大汉若是有闲，嘛会搁骑脚踏车来陪伴对方。因感觉骑脚踏车是甲细汉的回忆找转来。一天，阿云要去学校上课，煞拄着一个查甫人要对伊小弟哥，阿云足惊吓，伊就赶紧去敲电话甲阿文讲。阿文物件囥咧，随从去救阿云啊。阿文生做真够强，伊到遐时，迄个查某人看着伊，就阿婆仔人讲，随走去咪啊。伊看一个足生气的，就甲阿云讲，即条路毋通行，伤过危险啊！以后你要去上课，爱说你，我会暗中保护你，毋免惊。阿云听伊安尼讲，伊足甘心的，心内伫想，我要叫伊。想到遮，伊的面拢红光光啊！伊阿母嘛咧想讲，通阿文的亲事爱赶紧中落来，啊无伊要变成一个老强娘咯。过无偌久，阿文伊就去阿云遐提亲，想要甲即个有智慧阁足水的姑娘带入门，毋通阁等落去啊！阿云的爸母接到阿文的提亲，当然嘛应好。因看会出来，伊是一个会当互阿云幸福的人，而且因双方早着讲好啊，干若还未开喙，却互阿文早一步起果啊。因看着阿文对查某囝遐尼照顾，心内足感动。结婚了，阿文嘛是会和因某骑脚踏车，同齐回乡。囡仔时代记忆，因树皮形野，互因迄庄的人足羡慕的。伫因的查某囝出世之前，因阁会去看布袋戏，感情真正是好甲连天星拢甲因祝福。这篇文章刊伫教会公报社第3532期，伫2019年11月4号至11月9号。即马是家辉的广告时间。一开始为虾米我会写即篇的？因为我想讲，西方有白雪公主的故事，
安尼我嘛想要写一篇台语的白雪公主的故事，啊，毋过这是用台语写的，所以我无照西方白雪公主直接反过来，我写我想要写的故事。第一，就是即个阿文伊做生意，甲因阿爸做生意，即个脚踏实地，表示即个阿芬的白马公主，伊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，伊毋是一个懒惰无性格的人。阿芬嘛，伊嘛足认真，伊做台语老师，其实即个阿芬就是有我的影啦，我内底有讲，就是装甲水水，逐个做囡仔拢希望讲，会当装甲水水啊，会当好上班啊，是讲，即个阿芬的角色是老师，伊想要把伊的工课做好，结婚了安尼，因会当有一个稳定的生活，内底嘛是有我一寡心内的愿望啊，就讲，事实上的我无想要讲一定就是互结婚束缚，毋过即篇就是足圆满的嘛。因自细汉就斗阵，就算做伙是课头结识的好朋友，所以因自细汉就熟识，到大汉感情嘛是足好的。因爸母也是互相足介意即个对方诶足满意，所以就做自然诶，因就做伙，然后结婚。这是一个足不可思议诶一个合作啊，就是讲，因熟识足顺利诶，结婚嘛足顺利诶，毋过事实伫你诶生活当中呢，是安怎？敢有可能遐尼顺利？讲细汉熟识，大汉就一直结婚，这无一定嘛。大汉嘛有可能熟识着其他诶查甫朋友，查某朋友嘛。所以我家己认定是即个咱台文诶白雪公主诶故事。好，安尼我诶广告时间就讲到遮。若是有啥物特别你想要分享诶，你会当伫下骹分享，甲辉老师讲甲我讲好，安尼多谢大家收听，再会，咱后壁阁有无共款诶故事哦。